寫作很簡單題目，請你寫一篇日記，把這一日發生過的事寫出來。一、審題及選材，運用六何法看圖，找出最特別的事。看圖。二、提問：何時、什麼時候、放學後、何地、在哪裡、學校操場何人、有誰、指明和同學、何事、做什麼、發生什麼事、踢足球時跌倒了，為何、為什麼會這樣、追求時不小心如何、後來怎麼樣、同學跑過來幫忙。結論：我們就寫第二張圖的故事，因為它包含了困難、幫助和友情，最能寫成一篇精彩的日記。二、六何法範文示例，把大綱變成日記。日記10月13日星期一程，第一段起因：何事開始？今天放學後，我和好朋友小強在學校的操場上踢足球，我們玩得非常開心。第二段經過：何事發生？如何幫助？就在我跑去追求的時候，突然我腳下一滑，不小心跌倒了，膝蓋傳來一陣刺痛。我低頭一看，發現傷口在流血，我害怕得不知所措。這時小強立即飛快地跑過來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扶起，並安慰我說：別擔心，我帶你去健康中心。第三段結果：如何解決？為何感動？到了健康中心，老師細心地幫我清洗和包紮傷口，看住小強關心我的樣子，雖然膝蓋還有點痛，但我的心裏卻感到非常溫暖和快樂。我今天深深地體會到了什麼是真正的友誼。